拳击类型的电影。对于伊个兄弟啊、哥哥啊，无希望伊的囝对伊的骹步安尼拍拳。啊，毋过伊若接，感觉这个阿凯也是一个练拳的人才。我以前国中母校啊，他们有拳击队啊，所以我常看到同学很努力在训练，他们很辛苦的那一面，让我有很多的灵感，想要用这个拳击的题材。最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那个拳击擂台戏啊，300瓦人伫很顶哦，而且我们在那一边的冲突不是只有擂台上的冲突，还有哥哥来现场。哦，遐大的场地哦，两个大的擂台这样，看到阮囝遐比赛，我规拢抓狂冲起来要甲拍。旁边就很多人拉着你，小伟嘛，充当同学来搞，他真的把我架走，啊，不然阻止不了。恁兜的选手受伤啊，你敢知？我唔知影。来，爱确定哦，你真是唔知？我要拍。我唔知。有咧食药，你敢知？体育选手出国比赛，为国争光，然后我们跟着一起为他的成就欣喜。但是我们也会大力去批判他的失德或者他的失落。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面对这些体育选手的一个好的态度，没有真正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到启发。这也跟我们国家的体育政策也是有关联的。我们现在对于奥运的选手补助跟奖励非常非常的多，可是我们很少去重视基层选手有没有那个广度。其实体育是离阮的生活是足近的，为了身体健康，阮本地来活动，但是阮对体育是介无重视啦。我希望讲这出戏会当让大家会当较关心阮的基层体育的问题。